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环太平洋军演的记者会，伫珍珠港的斯卡姆联合基地举办。港穗即马是听闻各国来参加军演的军舰，现场嘛有真侪咱台湾的媒体。因为即届中国无去参加，所以安尼啦，未来咱台湾敢有法度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？美军第3舰队司令约翰韦德并无直接回应这个问题，伊甲咱讲是因为中国无遵守规定，才无受邀请。 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, norms, and standards. Yeah, we are going to conduct a live fire event. We will conduct a SYNC-X with the ex-USS Tarawa. It is an opportunity. It's a large vessel, as you know. 这届环太平洋军演的记者会是由新上任的美军第3舰队司令韦德主持。针对今年的军演有要甲军舰拍沉，外界认为讲这个安排的目标就是中国。因为韦德是表示，这届是要让盟友有机会来使用这种武器来做实际的攻击。若相信讲一切拢会当真顺利。另外，咱的海巡新德兰嘛有出现伫夏威夷，敢会和美国嘅军舰伫海面上相遇？这部分韦德并无正面回应。